的哈。好。阿泰，你有说要跟他一起去吗？系，我先先啊。哎来，好。行其实哈，就个等你那么个，啊，明日在就，有爱，啊，就别上啊，就产能来啊，烦恼那么说。他打是他。那我第一个问题要问你的是，什么是我们古它有没有特别的意义，或者是历史的故事？你来了吗？没啦，系。来是白兰姑刚刚那个东阿妹，国语的名字叫高秋兰哈，爱好谢谢。那什么是有没有特殊的文化？这个含义还有历史的故事在内。莫话说东西，那个不算不算故事嘛，不算历史嘛。应该是为了第一个为了节省这个，为了不要让这个锅底损坏，放在地上，所以要做这种，我跟生爱生了，也是要做这种大的把路垫才垫起来，才不容易磨损，才不哪里等爱。那第二个作用就是那个，因为以前我们的地盘都是泥巴嘛，不还土的，土的嘛。那你每次吃饭放下去，拿起来都有黑的东西嘛，都黑的东西，所以，米个水，米得里个水，阿丁呢3 个决定爱丁呢，不然等买等来，再帮个人还有个人嘛，啥？然后第二个作用嘛，丁是比保护度，你度办难，那这个kadi，伊拉个决定爱丁呢，apa itu kembali tengah semua saya tu nanum. Nga yan to ko tini han ira to ko ni para sa kapatnya ira sa ko tao minang ira kulawang nga sa ko ting sa tira ko ting ai kan to ai第二个这个你们的这个不是历史了，这个一种有绍兴买等来生活当中的用品，糟噶para 30 itiao 30 cakang kis-kisan. Ina cai sumi kis-kis malah daw kuna sa kopi jatuh 很容易就坏掉了。对，那珍惜买等来都30安所以。你现在比较看不到这样的一个锅子了。有来都，但是都是白白的，用瓦斯炉在烧嘛，以前是。这样的东西比较没有。用柴火烧的，完全黑。你那硬，那个原来作用咯那硬产的那，个都弄离心的了都慢些，主要是这个保护土壤啊。还有一个就是，大法跟浪啊，这里还属于hati ni sa kulang sa kamaay niya la tu paro ira ha payan su tu na angadi para ru sa kan mai tangay bisa nga ko tu hanun tira itu sao si no mai tangay tu na angad hananay tira sa ko 好嘞哈，接下来要问你的问题是，这个是属于阿美族的技艺吗？还是其他族群都也有在做？makopi nang to nangati. Sa kapi rakat ka ko to rumah pinatsalan away maaraw ako ko atine hanalay. Iti haw tala to ko si mali tumutumah to yay. 其他的族群，把你玩都到个都，做个大了都不是我们的了。后来嘛，阿拉嘛个都弄别的族群都还挺呢，也是记忆安努属于啊，这个呢也是一种记忆啦。只不过那还没变吧的呢，很少人知道。比较少。还挺呢，安努把这拉3岁，第一个你。不像啊，看起来这个多么贴了，所以那个技术没等俺上多底下这个也是一种传统啦。其他的族群来讲的话，这个弄我跟到属于阿美族的，那等来过后那俺看那来。明白啊，阿美族的好，那你做这个，它除了圆形，还可以做其他的形状吗？saya satu ya pun kimulu ay, ingwe para orang satu kimulu ay kira.
啊，就没有别的形状就对对，对了。好，OK。那你为什么要做鹅呢？它的功能是什么？Masalah kusani. Masalah kusani. Ora limra tu lama mai tengah. Arutsaw. Oh, maka kalitaw ko panan. Ako ni ngai sa kira sa ko joyong no ya no angat hananay. 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使用鹅？就是有啥别遐都是微哈。那还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垫吗？可以使用它的东西。Ayah tuan sapi telik tu mama hani ura unu itu ya mali tengah nak awai ha, 因为nak awai 有弹性嘛。但都是买哈，是来过来也又耐用。反正按照用竹子来做的话，我熬的很快就烂掉。很快就要换了。还给嘛呀，比得上来这个有韧性。还得来个呀，它的容器除了这个洗微，还有那个还有什么东西？什么样的容器的啊？米把它都拿产了呢？有来个。ta tulu han mai tang tangai tiao ya ada ngak ya ngak ya sangat ngak hati但是太重了太重了装的东西也多了压起来就不太好这个也都当昂哎真的一般家里的小锅子这一类的好要米上啊对呢是以前一点来饮料肉在部落里头还有特定的人什么来做吗？可能还是每一个人都会做。哦，这个都不一定。hati ne nakamayan mali tengah na lagi hao. Memang aku, soalnya mariang aku minang tu hati ne, mariang aku minang tu hati, api man hati ne. Oh, saat ini tu, mafana tu as. Kasuan mali tengah, mafana as misang tu hati ne sa, mama ne mi tatanam mi linsiu sa, aku mali tengah, wah api man hati ne sa, 现在就后悔了。这个不一样，所以不一定。hati ada kawanan, 以前我什么都不懂，都hati ne。你都在我40-50岁的时候，马了过了misalnya hati ne， 这基因嘛，等下手工这一类的，我才有心去写。一直到现在我才会做这个，小孩子哪会做这个东西的？来个也都hati ne， 没有说特定，看你有没有心去写这个东西了。我们mau gampang里都不理啊，都hati ne。以前我爸爸在的时候，他们常这小孩子都不管我。mana mi tanam guna mu tadi干什么用？跟我一样，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对。所以这个没有心的话也是没有办法，没有特定的。没有特定的。对呢，第三个对呢，然后现在你是向谁学习的对呢？第三个。这个就有历史，然后这个有历史。你出外我带你导演哈，每次回去过年，或者说以前扫墓就是很少了，主要是过年嘛，我每一年都回去。你如果要过，因为我家里还有，我乡下还有小房子，然后我打电话买回来，我都不敢丢掉，你书库、仓库那边都烂掉了，我都不敢动。我就觉得，这那么厉害吗？那么细吗？我还不会做的时候，我看着很漂亮。哇，那么细，那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一直放在脑海里，一直想，问嘛问不起来。你在那个时候，把所有人说，我就回去了，不会做。你没有实际的跟他写，做1天或是1-2天的时间才有办法。所以我一直在想，等到我退休的时候，我才很认真的去想说，一定要写这个东西，一定要做这个东西，所以我就到处去问，到处去看，看到人家照相就写，找到 VV，
样来研究。真的，这就是要有心要去学。那边一样到底怎么动手？慢慢我做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的时候，有兴趣。完了，我打你我做的越来越多了。嘛，就来那你就是没有一个特定的一个老师在教你。有没有嘞？也是自己去摸索。对。看到东西。我今天问你，哎。你讲，我那边又问他怎么讲，我给他综合起来。综合起来。做出来的东西又不一样。那最重要是我有一次就是来过，你也得过那，你把说来得过那说有地方写这个东西呀，就在南投草屯那边，国立主义研究所。我刚好碰到这个机会，我就报名，用网络报名，我们也不懂得电脑啊，一大早我就开车下去。去那边直接去那边排队，我是最后一个，一年只收12个人嘛。我最后一个最后面的，不想有没有机会，刚好到我这边16个，就没有，就逮到那个机会，我在那边学了100个钟头吧，10个礼拜就在那边写不是写编织，做料。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怎么去修？刀怎么磨？就这样而已，编还早。100个小时就没有。对，就没有了。就那边我做材料做好以后，我就懂得怎么做，我怎么去取这个材料，才我还是有一点这个编的早就有底了嘛，所以就慢慢写。我会做材料，就这样子写出来的呢。那也是很辛苦。对，很辛苦，真的很辛苦。一段的波折在那边学习那边说。好，那你在制作这个婴儿的时候，他也没有性别，就是白人国民3个爱或者是女生来做，但也没有他的禁忌在。对，应该是没有了。这个就是，在我的脑海里，来古巴巴yan dumavan ay may tagtag hatin yan。我小时候有看到。应该没有什么禁忌了，是吧？应该这个没有禁忌，没有禁忌。好，那再来的问题是，你在彩色这个材料的时候，你如何处理？那要在使用它的时候需要泡水吗？对，我hatin yan may sikwaya na kaya。Mababa什么可以带？你不搞出来了，是吧？手你要轻，不要刻意的去压它，对，要轻抚kayak untuk hatinya，你处理的hatinya，你要懂得它的习性因为它的那个纤维也会倒锅就很容易吃到。对，会倒锅。你要知道它是什么，你看。在这个地方就会有。你看，像那边对。这样就知道的熟了，你要这样子去摸它。它泡水还是要泡的，但是你不能泡太久，太软了。太软也不好用。不好做，太软不好做。那在制作这个过程当中有哪几个步骤？就是步骤就是你要懂得会做材料啊。你不会做材料，你要做什么？真的就没有东西可以做。对啊，你要会做材料。所以首先也就是要，大概有几个步骤呢？就是你采取这个材料以后，你就批啦、修啦，对，还晒干啦这一类的。你批好了以后，你马上做也不行啊。还有3个步骤啦，裁啦，还要批啦，然后再晒，对的，然后再修，然后才可以拿来使用。对。好，那你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最难处理的是哪一个部分？就是材料的问题。材料材料的问题，你一定要会做材料。还有你的起头的那种步骤。你起头不会，你后面什么都不用讲。你那个起头，我刚刚那个东西，我就这样起头怎么样？想了好久了，找到那起头，后面就会做了。这个就是你的智慧哈。我们今天来就是要索取你所了解的、你会的东西。好，我还有问题要问你，就是说，在任何季节都可以采取到这些材料吗？都可以，都可以采取，都可以。都可以哈。
好，那它有没有生长说约在大概要几年的可以采？那很容易取得吗？那材料呢？很容易取得。刚刚我想了一下这个材料的问题哈。你要采这个材料，我讲的材料，你爬这个我记得老人家讲，一年好像就3节，1节、2节、3节，1年才这样。1年才这么。哇，可见得如果长那么长，就是也许对，好几年了，10几20年哦。那老人家去采这个材料的时候，第一个最下面的他们不要。那你短的，它有一个程度，差不多3公尺左右。都是绿的，包绿色，还有刺。它越高，它下面越会慢慢干，随着那个头那边根干的会根。它越长的时候，那个皮落掉的时候就会不会绿色？这个是头嘛？不会头。这个变绿色。这根还有包那个干的外壳。再来第3节上面这边是那个新的，很新的。老人家采的时候，这个绿色的地方到这个地方砍掉，然后这个干的壳子就留这个干的壳子。下面这个没有壳子的已经变绿色的，他们不要，他要这一段。然后采这个东西的时候，他用棍子去敲，看看，一嘟成了。就拿这一段而已。老人家在做。采东西也不好采的，因为有刺哈。有刺。有刺，老师要非常小心。但是你采这个东西，你绝对不能有什么伤到。你以后采的时候它会断了。一定的。对。要小心。好嘞，谢谢。那在部落，它也没有特定的日子，米上马都拿鹅。那有没有限制呢？没有这个没有，随时都你想到就。我们老人家做这个东西，绝对不是做一次就做完。做个起头，挂着。就是慢慢给它做完成。对，下一次你有时间，你再拿起来做一做。大部分都这样啦，老人家做本机也好啦，做一做起头挂着。有心的时候，再去拿下来做一做。对，等下你做一次，我觉得太那个了，没有说，因为有休闲嘛，等下上下都工作以外的那个休闲时间，才做这种东西。那像这个米一粒心，就是丰年祭的时候也会去用到它吗？有用到你有锅子的话，你一定会用到。老人家不喜欢看到这个东西跌在地那边，怕会磨到会坏掉。一定会有。都会用到它。现在就没有了啦。现在水药物坏掉就买嘛。就换掉了。以前在那里买，没有地方买。就很宝贵那个东西就对了好，那你在取的这个材料呢，都是生长在什么样的地形？对，这个就是有学问的东西。我是年轻的时候专门在采藤条的拿去卖，换取自己的那个买米了什么的这个比较阴森的地方很容易断。它没有吸收养分嘛，很容易断。有藤。要么你就悬崖的地方被照到的。有照到阳光的，还从那个芒草那边的，从那边爬的。那种藤最好用。不是很危险啊。对，所以你在树荫底下的那种阴的那种有还是有，但是还那说大。没有像那个在外面。对，有吸收那个养分的不一样。你像我们有发苏拉已经晒谷子的发苏拉框那个，就是用那种有韧性的，要不然如那个发苏拉比的。就整个坏掉了。对，他们会选那种悬崖的地方，有阳光的地方。
会比较好一点。这个我最了解这种东西。对呀，就有咸奶的地方有吸收到养分的，那个藤才是真正的。比较好。做好的材料。好，再问你的是，山上因为现在在平地上也有人自己在种植，那山上的跟平地的，它那个材料有什么差异吗？那这个也是学问。有山上的，因为它有什么有硒那些什么什么金还那么点。日月精华。对对。对，它的节比较长。这个节啊，比较长。你巴鲁马那个我们都多爱不节啦，看得出来。你这个都是因为这个是进口的。哇，你看你这个藤那节多长啊，很长。你在乡下搞这个巴鲁曼啊，这个就是种的。对呀，就是种的。就是差别在那个节的。部落那边。长跟短。对。它没有吸收那些精华的东西嘛，给了那些雾啦，露水那些，而且它的藤心又比较短，可以吃的很长，它那个差别就是分长短。对，那现在乡下的部落那边种的那有撒肥料了嘛，所以它都不烂到呀，你不撒肥料，刚刚说。也没有可以吃，可能就比较少的还是会有的哈。还是有比较现在都种的那个人家都撒肥料嘛。好，那你在采收这些材料的时候，会用到哪些工具？有咪到阿美族啊，那来好，做乌夫努斯。翻刀。哎，对。翻刀。我的年轻的时代是完全是用乌夫努斯。后来都别的族群都平地人呐，高镰刀，有弯那些的。但是我们阿美族不会使用那些东西呢。就是用翻刀。对，就是用翻刀，但是觉得高还是很好割。我们就是不要用，我们就是很奇怪，买回来他都摆上，他都摆上去高。乌努斯。又不好采，但乌努斯还得用镰刀割不是很好吗？对，买回来就是不要，他就是用翻刀才可以采这个。而且有翻刀还有那个刀削。可以放。你拉的时候可以。高就不会了，高你拉的时候那个就放着，有时候会丢掉。对。除非是装在袋子里。而且走路不方便，很危险。高你拿嘛。那你跌倒什么的。很容易，翻刀有刀削啊。对了。就是。那会不会用到锄头之类的东西？对，这个是故事哈，一个笑话。다 똑같이 계속 안 해네. 롱어츠.年轻人不懂这个롱어츠. 엄마 katatin 다 똑같이. 비따오 마마에서. 这不是笑话了，因为你没有去过，你不晓得龙长在哪里啊！你不在地那边，你用在那个什么竹笋。一比到妈妈来说，一比到他刀啊，买等下个啦。satu pita deh. Asal ci topa, mau papi tahun so. Nanti lagi belum sih bahkan. Sesuatu mari tenai hati nih, ya, miso tuh ada cuy, ya cuy fan tahu air lah, ya kongsi, mari tenai. 一把刀就可以出门就对了。好，阿赖先生哈，那制作的材料和工具有哪些？你们上下给他都拿，我们那个啦材料你们啦，啊，工具你们啦，有啥比上下？材料是我熬了买个熬了它不耐了哈，我熬了，因为我熬了，第二个熬了呢，说第二个熬了，它那个不一定可以做宽啊，做起来快，但是不耐，很容易就坏掉。好里可以做，只要是藤是有那个没得有弹性，好了，那嘞，
工具的话就是不好，刀子还带不好都分诺斯，分诺斯比较用不到了，不好都要什么上啊都材料，什么小歪。小刀子就可以用得到了，小刀。那我们如何去挑选较好的材料，比较好的材料？他们那边的人都哪边挑选多少材料呢？说呢，都那歪哈那嘞，马槟榔哎，马一张都不歪个好，没有，这个都是有皮的，这个都是有皮的，那个皮已经干掉的歪个好，晒干起来那个颜色不一样，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假如买不要好的材料，可以分辨得出来。分辨得出来，你就是那中间那一段嘛，那一段的比较看得出来。你粒粒的那个皮剥下来的，然后晒干也看得出来。最下面那一头也更看得出来，这是绿色的。中间那一段就不一样。那个就是精华。对，就挑选。这是最好的地方。对，好，那这个除了这些，我问你的这么多问题，还有没有高老师你自己想要分享的，你所知道的这些制作过程？这个还要怎么样去分享的话，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老人家所留下来的这个手艺啦，这个记忆想写的话，就好好的去写。那个我也很希望说，很多人来写这个东西啦，除了儿以外，还有其他好多像阿丁点呢。那我现在才六七十岁的人才写到这个框的。那我们一般都是小的，小的到这边来呀。我现在练到这样，练到框的。以前人家说没有框，其实有，已经流失了。只是没有看到。对，就框的可以做啊。对，那这个都是那个嘛，小的嘛。你看这个一来的话，它就这样嘛。这个是啊，这个是现在我们一般写的。这是框的。跟我学的不一样。你要滚的好大了，啥比上啊？对。一些刀子的那个。这个我也很想把这个东西好好的交给下一代。你们啦，这个做这个东西最重要的就是因为现在小孩子都麻利那个带刀这些不喜欢，最很危险呐，人家就搞了点薄，这个我最很担心的地方。其实做这个也是在培养耐性，我觉得。对，要有耐心。你没有耐心的话，做不成。我为什么做那么多？可能你们都不晓得。我晚上有时候不睡觉。就在想。一直摸这样，就，你说你不，喜马拉雅还说明哈拉登啊，绝对写不到。写不到，真的写不到。高老师，我斗胆的问你一句，就是说，你愿意开班，因为我们很想要学你这些技艺。那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愿意来教我们吗？当然愿意啊，当然愿意。以前我都开班啦，但是我教的到目前为止，还不会自己做。问他说，忘记了呢，忘记。没有一个人从起头那边，我做那么多教那么多，所以人的心态真的，哎呀，做那干什么？就杂货店买，要是大卖场就有了。这个想法，所以有心的人，像你们有心的人，应该可以来学。可以来学了，要不然白教啊。白白的教。好，我问了这么多的问题。那也谢谢高老师，你一一的都回答我们这些问题哈。那真的是在你百忙之中抽空来回答我们这些问题，在这里仅代表所有的老师在这边跟高老师说声阿赖。不客气。希望大家要有心学习的话来我这边来
来写，然后带回去研究研究也可以啊。哦，欢迎大家。好，来。这个。